除了这山区是传出灾情以外，即马咱来看交通的部分。台铁西部干线对号车时间内当驶到彰化站，彰化以南是区间车看风雨咧运作。另外，离岛今仔日是干那南干到北干部分有船通去坐，其他包括小三通是拢总有141个船帮拢取消。也那空中交通的部分，明仔载国内线航班是全部拢暂停。金门航空站候补柜台，旅客排咧等，因为有期甩开几啊天，可能拢无航班。邀旅客买飞高雄航班被取消了后，改排候补先飞台北。这期飞上餐机场的航班班客满。一共取消11个架次，那整个受到影响行程的旅客大概有770人左右。前几天有一直注意台风动态，定了5号要回来，可想应该台风应该走了吧。上山机场邀旅客透早才被错开金门，欢乐会场受阻，一直注意风台消息。民航局统计，七日受风台影响，国内线124个航班全部取消。相铁交通部分高铁车正常营运。若风速雨量伤过大，达到运转限制标准的时阵，会采取行车速限。台铁为车下晡3点半过后，西部干线对号列车这段行驶，彰化到屏东之间停驶区间车是看风雨情形机动来驶。南回线继续停驶东部干线中跌到后勤不通，还好啦，因为我们都是短程的，那是长程的受影响了。出门会注意呀，嘿嘿嘿嘿。目前没有被影响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。国际航班部分，华航宣布七日高雄出发真济国际航班取消，建议旅客出发进前查询详情航班移动资讯。长荣航空宣布七日中昼进前出发东京成田、大阪、香港航班3个航班取消，新富航空七日航班正常营运，其他取消部分台中出发的航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